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2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下晡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的记者会宣布讲，台湾新增加2个病例，拢是第24例的亲情，目前计共有26个病例。早起南韩搁再通报增加52个病例，南韩的政府嘛宣布大邱市市边会列作传染病特别管理区。中央研究院发表讲，因已经有合成出国际上认定拍算有材料治疗武汉肺炎的 Remdesivir， 顺度搁达到97%。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点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公布讲，国内新增加2宗武汉肺炎诊断确实的病例，这是第24个病例。北部这个负责人的细汉查某囝甲外孙2个。咱国派去接宣召公主会旅客迄只飞行机，按算会接到19个国民。飞行机顶后派出一个医师共阵，永暗10点外，规定人都会倒转来到台湾了。好，那第25案是我们这案24的外甥女。那案26案是那个案24号，案26是案24的同住的次女。所以算是一个家庭内的一个亲密接触者。这2位是我们的25案跟26案。那目前我们匡列的接触者总共是391位，391位。那已经采检了169位。那其中阳性就刚刚讲的这2位25、26案，然后阴性的有143，那检验中的有24。我们原来预计从这个钻石公主号回台的人数呢，目前27位里面有7位是因为他被隔离或者是确诊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一次搭包机回来，所以人数应该是20位。下船的另外今天下船的5位呢，也是从那个码头直接会到羽田机场。那预计到达我们桃园机场的时间应该落在我们10点15分到10点半。第24个病例是北部一个60几岁已经退休的妇人人，因为伊近来也捌出国过，目前治病的源头是也未查明。台病院黄立民医师嘛讲，探病过程的调查总是有一个范围。病人若是含轻症的，甚至无症头的患者治接过，伊家己嘛是想袂真。咱看目前只有是搁再加大患者四边社区检验的范围，继续搁找源头。国内一个65岁退休女性，29号确诊是国内第24例武汉肺炎的患者，但是因为伊无出国过，目前找无感染来源，嘛互各界真烦恼。最近这一个呢，因为他的职业上没什么特性，他接触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般接触的人。疫调呢有它的极限，并不是疫调一定可以把每一个人如何被感染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因为中间会有好几关可能卡到无症状或轻症的人。那这些人是外表是辨认不出来，你去回头去请他回想啦，当时有没有碰到谁啦，那这些很可能就想不出来。医生表示，这个65岁确诊个案，无亲像第19例白牌车司机，有明确接触过的人会当一个一个去找。伊有可能感染的时间是对中国疫情才拄开始，台湾还未做好对中国防疫的措施进前就互感染。目前敢若会当掌握到患者查某囝有一个同学对杭州转来台湾，因伫1月初6有见过面，但是伊接触发病的时间算起来，感染的可能性是真低。敢若会当照即马扩大社区采检的做法继续找，就伫国内还搁咧做接触者采检等等的疫调工作的时阵，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已经甲台湾、日本、新加坡甲南韩等国列做明显社区感染的国家。但是医生认为，国内社区感染的定义甲美国无相同。我们在中国的旁边，美国跟它隔得很远。如果用他们的定义，就认为我们有社区传播、有社区感染。那我们中央指挥中心有一些定义的4个条件，那我们目前还是不符合中央指挥中心这4个条件。所以两边的定义不一样，所以名词就会有点混淆。目前各国检验武汉肺炎是用核酸检测，由医护人员对病患的鼻仔、咽喉还是呼吸道采分泌物送去检验室检验。不过医生嘛讲，目前检测的敏感度还无足好，验出来几率敢若有6成，有3成是做一遍刷验袂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全世界武汉肺炎诊断确定的患者一直在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嘛发出警告，疫情随时可能伫全世界大爆发。咱来看目前上届新统计的人数。
中国确定的病例有75466例，死亡的人数是2236个人。香港是69个病例。南韩疫情失去控制，今日佫新增加52个病例，确诊的已经有156例。日本今日新增加3000病例内底，有一站是未满10岁幼囡仔，目前总共是97例。泉州公主号游览船，即阵计共有634个人诊断确定感染。澳洲新增加2个病例，拢是泉州公主号的旅客，目前累积17例。新加坡有85个病例，伊朗也新增加5个病例。台湾今日增加2个病例是家庭内部传染，总共26例。早起南韩这边搁再通报增加52个病例，目前计共已经有156个患者。因大多数拢是住伫大邱市和庆尚北道这个所在。当南韩的政府嘛宣布，大邱市四边列作传染病特别管理区。日本昨是新增加10个病例，佫有泉州公主号船顶2个本地验无病毒的澳洲的旅客登去到国内，煞诊断确定致病。咱过来看香港武汉肺炎诊断确实的患者目前已经有69个。昨新增加的3个病人，其中佫一个是警察。大早日一人就已经咧发烧，迄暗煞去参加警察同仁的餐会。因为已经验出致病，迄日共道食室迄59个警方的人员，嘛拢就要强制隔开在家检疫咯。咁啊，大家有睇新聞都知啦，咁就講呢個係一個警員啦，咁佢就2月18號咧就開始有發燒啊，同埋咳嗽。咁啊，同日晚上咧就冇即時求醫啊，就救護車上落來都是20暗確診的香港警察，又強調全套防護裝備的工作人員送往病院就地。這名48歲警察是駐守伫北角警署，負責東區防暴隊工作。昨夜出現發燒的鏡頭，雖然迄天無去上班，也毋過暗時卻參加一場警察聚會。即馬確診感染武漢肺炎，引起香港警方高度緊張，因為這名港警無旅遊史，除了愛對處感染源之外，迄天同齊聚餐的警員有59名，即馬全部攏愛檢疫隔離。另外，愛檢疫隔離的也有拄仔為泉州公主號接轉來，頭一批包機的106名香港乘客，隨即被接到位於沙田火炭的駿洋村接受14天強制隔離檢疫。今日咧特別嚟呢度咧，就係好感謝大家，因為今晚咧或者聽日咧，如無意外咧，就喺日本東京第一班包機就係翻嚟，就係嚟自呢隻鑽石公主號上面嘅香港居民嚇。佢哋翻嚟咧就一定要入檢疫中心㗎啦。香港政府表示，郵輪頂有352名香港居民，有53人伫郵輪頂確診，其他230名香港人願意坐包機轉去香港。有計拍出3班的包機載運，原本第2班包機愛伫20暗出發，也毋過臨時取消。香港官員表示，日本政府昨通知有其他國家大型撤離行動影響到香港包機，雖然港府爭取，也毋過也是被日本政府拒絕。記者綜合報道。咱们来看中国国內診斷確實的病例連續16天，人數攏有咧減。毋過，當有人發覺講，中國官方的統計，湖北省一日增加349個病例，結果湖北省內底武漢市共迄日所增加695個病例，到底這是安怎算的？有專家分析講，因為算法一改再改，甚至佫甲本地有按入去，醫生臨床判斷一目佫再減起來，才會有這款情形來產生。看到大包小包行李，武漢肺炎患者恢復健康出院，甲醫護人員做聯翕相。剛來的時候很擔心，這個病毒的話不了解它，就很害怕。到醫院來就是醫生護士1日3餐，每天都噓寒問暖，對我們細心的照料，慢慢的好轉。中國湖北省第19天新增加病例是349例，是1月底以來湖北省新增加病例第一遍無超過1000人。也毋過奇怪是，湖北省的武漢市迄天新增加的病例卻是615例，比湖北省規省還佫較濟。有分析講，這是因為官方嘅統計方式一直改，將臨床診斷這個項目提掉。就所有的疑似病例或者未確診的病例，都可以快速的進行核酸檢測。已經這個核酸檢測呢，目前呢已經不是問題了。所以結合這種情況呢，我們經過專家組討論，這個取消了臨床診斷這個病例這個標準。實際這也是這個當時那種特定情況下的一個權宜之計。
湖北省防控指挥中心发公告，企业袂当伫咧3月初10进前复工，各级学校抑个幼儿园也会继续延后开学，防止疫情扩散。不过伫咧北京疫情已经挡袂牢。中国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病院加北京大学人民病院拢发生院内群聚感染，敢若是复兴病院就36个人确诊。专家认为，疫情要规个降来，就要等到4月底。我们的预测呢，大概应该是4月底，应该是到平息了，基本上是这样啊，不能说完全，但是国外的预测至少到5月底。第19，中国因为不办《华尔街日报》看一篇对北叫做“中国是真正亚洲病夫”的文章，国务院发言人耿爽嘛，这是种族歧视、恶意半恶，并且宣布去掉3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美国国务院批评这是限制言论，并且把5间驻美国的中国官媒列作外国使团，限制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武汉肺炎诊断确实第23个患者，就是第19个治病过往迄个司机人，今年60岁亲小妹，推断起来定就是和亲人共道食食，而且会去画到的。因为这个负责人还佫有伫一间工厂咧食头路，当若工厂停工，同事嘛都要去验病毒。目前一个是确定验无，另外3个还佫伫咧等待检验的结果。传出第23例确诊个案，工作的工厂已经停工，附近工厂人员虽然是照常伫做工课，不过却已经戴上喙安，坦言真烦恼。今天才知道，看到没车子才知道。我会不会觉得蛮紧张的？戴手套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21号佫新增一个确诊的病例，是头一个死亡，也就是第19例确诊，死亡司机60岁的小妹，成为国内第23例。以前前8个确诊的个案共倒来食饭，研判因此受到感染。而这个家庭包括已故的司机，已经有5个人感染，而第23例做工课的冷冻工厂嘛全面停工。如果是确诊个案，我们就是按照 CDC 的疫调的部分去做处理。工厂的部分停工这部分你们有掌握吗？没有，那都是他自己说的。管区卫生局表示，已经跟环保局来进行周边环境消毒。附近民众表示，今仔21号就看到3遍，不过只有周边环境环保消毒无够完全。清洁的话，都做陆地或是陆地以上的。然后那个地底下的，对，应该也要做吧，才不会有那个空气。附近民众烦恼，排水设施将会可能成为病毒扩散的死角，除了就会做好自主管理，嘛希望消毒会使更较完全。而目前针对这件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工厂已经有4个人已经采检，1个人是阴性，其他3个人佫在等待检验结果，是不是全面居家隔离，还佫进一步来评估。记者中部采访报道。咱讲这个得着武汉肺炎过身的患者，就是咧驶自家用的轿车载人客的司机。但因为考虑到这款白牌仔车也无合法载客的执照，主管机关嘛无列管做营业车，就连要亲像机动车同款配给喙安，都找无主。但各地头的监理站已经拢开始加强处理，咧抓这款无牌的营业车咯。当要离开火车站的白牌仔车，互监理单位查落来，驾驶讲伊无营业收钱。挂地啦，吊表的，还是讲你送低点的，你就是会采。不过监理单位问过多落车的乘客，确认白牌仔车营业事实要开发。监理所表示，白牌仔车主要拢伫车站、机场和风景区出现，去年查到42件，目前加强防止疫情，高雄市已经查到3件。今年呢，到2月份截止，我们取缔了3件，也就是1月份取缔了2件，那昨天也取缔了1件。那我想，未来在针对这个白牌车，政府都有打击这些非法的信心。要抓非法的白牌车载人客，监理单位嘛对源头去做，因为目前白牌车大多数直接实在人客，也是利用手机软体叫车。台南监理站对查处3个群组，发文联络相关的软体公司落价。查到这个非法营业它是透过这个群组让民众来叫车，那我们查到以后。那我们就会通知这个台湾这个连线公司，把这个群组下架。防疫无死角，公路总局已经指示防疫期间加重罚款。若是白牌车被查到，个人上重会送罚50万，公司部分上悬2500万。另外，民众检举违规白牌车，会当领1万到30万的检举奖金。记者李小燕、交管温正雄，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之前，咱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有法度将国际上认定拍算有在调治疗武汉肺炎的 Remdesivir 这款药啊，合成生产出 mg 级的成分。但中央研究院嘛发表讲，因嘛已经有合成出100 mg 的 Remdesivir， 顺度佫会当达到97%，可见咱台湾确实有这款先进的技术。嘛望讲别日看世界疫情的变化，咱会当尽量斗出瓜力。实验室当中，研究人员专心进行研究。中研院化学所7人小组经过2礼拜时间，成功合成8毫克级的瑞德西韦。美国他们原厂所发表的论文实验步骤，我们试着去重复它。有些原物料我们2个礼拜前定，到现在都还没有到。那这个状况下，我们就得自己去制备那些原物料。我经过2周的努力之后，大概在昨天就2月20号就完成大概100毫克级的合成工作。那我们纯度测量的结果大概是大于97%。国卫院甲中研院都宣布成功合成的瑞德西韦是美国早期针对伊波拉病毒所研发的实验性药物，不过国际之间将会看作是有希望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物。目前也无通过人体实验阶段，所以确实要量产，也要等美国授权。台湾现阶段是准备无要使用。美国的这个 FDA 也需要核准才能够进行下一步啊。那台湾的 FDA 据我了解也是在全力配合当中。牵涉到这个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个药物还没有临床完全证实，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是备而不用。另外，针对台湾第二武汉肺炎的死亡个案，中研院接受疾管署委托调查3个可能的传染源，得到 RNA 病毒检测阴性的血清检体，来了解是不是体内有抗体，最后确定找到传染源。7天内做好了7个这个SARS、MERS 还有其他冠状病毒的这个核蛋白的一个表现的一个质体，利用这个大肠杆菌去做表现。西方默点法的一个检测，有一个简体的抗体反应，跟其他2个不太一样。武汉肺炎疫情来势真凶，台湾学研团队会着全开为快筛、血清、抗体体检、甲新药研发等领域分头来做，希望能为疫情提供更加侪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蔡英文总统早起接见去年国家生物科技医疗品质奖得奖的人士，因为考虑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严。蔡总统是换用双手相抱这款动作，表示问好甲恭喜，无甲和来宾握手。蔡总统嘛有提起武汉肺炎的预防下研究的进度。答应过捌做过卫生署长的詹启贤医师嘛讲，伊所领导的国光生物科技公司嘛是已经有初步开发出预防下了。吴执行长明发，陈委员正文，陈院长文。武汉肺炎疫情退烧，总统蔡英文2日接见2019年国家升级医疗品质奖获奖团队时，也是拱手无握手的方式来予以祝福。近来为了对抗肺炎，国内升级产业总动员，积极研发疫苗甲治疗药物。总统也毋忘刷落来，继续甲民间合作，互国际见证台湾的升级实力。我们的国家卫生研究院跟疫苗厂商都积极的投入我们防疫产品的开发啊。那昨天我也特别到国卫院了解疫苗研发的状况。那么目前我们也取得非常具体的进步啊，我相信我们将会有进一步的成果。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甲中研院也小连续宣布，已经有合成瑞德西韦药物的能力。前卫生署署长也是国光生技董事长的詹启贤接受广播媒体专访时阵也讲，国光生技自行开发疫苗已经初步完成，后一步将甲国卫院合作验证效果，相继今年临床试验。从12月底1月初就开始了，所以很早就动了，所以现在也都已经在进行中了，所以整个技术的掌握到开发完成，我们有我们一定的这一个规划也跟信心。詹启贤表示，虽然要达到安全有效，会当上市的阶段也有一段路，不过国内相关升级研发进度
都是要甲咱的民众讲，若讲有必要，国内有药物开发，甲疫苗生产的能力。至于国内疫情发展，伊也认为，甲其他国家比，台湾做得袂歹，除了防疫人员更加成员，民众配合度强。更加是有22年前所建构的一条变色的防疫体系，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的执法依据。记者综合报道。昨美国国会举办听证会，主要就是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甲安全的检讨委员会出来的报告。现场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 Charles Brager 伊嘛发表书面的说明，讲中国所主张因的主权看法是和美国的利益有冲突。尤其是要用武力统一台湾这条带，副助理部长也提醒美国官方，都要特别斟酌。中国解放军伫2月初9到初12天入侵台湾的外围空袭2遍，前11战机通过海峡中线了后，捌开火控雷达锁定台湾的空军 F-16战机。对这件代志，国防部长严定发指出，无妨锁定的信息。我们空军在当天，不管是拦截或者是驱离，都按照 SOP 我们战备的突发状况处置规定相关来做的哈。因处得宜，也成功的拦截跟驱离攻击。美国国务院除了呼吁中国停止胁迫的行为，美军12嘛兵分2路射飞台湾，包含一架特战运输机通过台湾海峡的空袭路南，甲2架 B-52轰炸机以东部海峡由北向南飞，15时派出新润南由北向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继讲由第7舰队向外电视相片。主管中国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施灿德，以接参加国会举办的美中经济甲安全委员会听证会。施灿德指出，中国是美国国防部甲美国政府面临上困难的安全挑战。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is not a replica of that posed by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Cold War. It warrants approaches defined by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and not necessarily just legacy rivalry. It is, however, equally as consequential, and therefore merits the same concentration of effort as put forth in the past. 伊强调，美国国防部当地拍拼面对挑战，透过互相关策略甲政策定位，搁有伫和平时期甲北京竞争，伫任何牵涉到中国的冲突当中摕到胜利。施灿德激励，中国目前有200万左右的军力，国防预算嘛对1999年的280亿美金，大大增加到去年的1770亿美金，敢若排伫美国后壁。苏美正是嘛特别讲到，中国主权的观点，甲美国还佫有伊的伙伴朋友、国家利益相帮，特别是武统台湾，佫有伫南海过渡的海权主张方面。施灿德表示，中国顺利伫非洲布吉纳法索起海外基地了后，有媒体报告指出，中国嘛会甲军事力量延伸到中东、非洲、南亚甲西太平洋。问题毋是单纯解放军起海外基地，是伊是当时起的，甲安怎起的。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倒转来关心国政。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去到立法院报告施政，在朝在野的党团经过协商了后，拢有同意行政院提出来防治武汉肺炎甲替企业纾困、消透困难的振兴特别条例，佫另外连带立委所提8部法案做伙进入议程，后礼拜2会佫再协商一摆。苏贞昌院长报告的时阵，伊嘛表明讲，3月初炊烟的产能一日就会当变到1000万地。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立法院议场的门口先报体温。离日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第一天，苏贞昌做施政报告，调研立委有共识，优先处理应用武汉肺炎行政院所提出的肺炎防治加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草案。能够大家一起协力抗疫，能够让疫情趋缓。立法院是最高民意机关，当然都会以民意优先。行政机关就是要做事。除了行政院纾困条例颁布以外，立法院也有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等委员所提出的相关纾困条例，总共8个版本。朝野党团拢同意，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草案等8个案件并案直接交付立法，排除1个月协商冷冻期，后礼拜要并3读。国民党立委伫咧苏贞昌施政报告进前，伫议场举牌大声喊，因讲担心开学了后水米产量无够，要求政府爱加强。行政院长苏贞昌要伫咧施政报告顶头承诺，伫3月初水米产能会再提升到每一天1000万片，扩大产能，
增设60条生产线，现在产能日有增加，预计到3月初可以到达每日1000万片。立法院调解也做出共同决议，发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大陆主动打压台湾参加 WHO， 希望 WHO 接纳台湾以制度性参与运作。后礼拜，立法院长游锡堃会调集调解协商，并按审查所困特别条例。若是协商顺利，上紧伫25议会就让3读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艺术文化的产业，但嘛有去互武汉肺炎霜冻着。真侪表演的节目，若是延期，啊无就是取消。中央文化部嘛宣布讲，会提出艺文纾困的办法，尽量甲艺术界斗设法渡过难关。这边其实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挑选其实也挑完了。记录美国纽约高龄艺术家老年生活，做当代摄影创作的和平馆，所落来4月要去俄罗斯特展，但是俄罗斯为着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对20开始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互伊真烦恼会受到牵连，行程出现变化。4月在俄罗斯的美术馆的个展，现在在准备寄送作品，可是，我个人演讲的部分可能就会有出行的问题。其实这个领域某种程度还是蛮竞争的。那你说休息半年，其实我觉得它的影响一定不会小。和平馆伫春节期间嘛有其他摄影作品伫香港展出，但是画廊已经关起来，无人欣赏嘛，无人买买，损失得要几百万。疫情冲击艺文产业，文化部宣布制定艺文纾困补助办法，包括营运成本补助、贷款利息补贴、行政调控甲进行措施，亲像疫情期间补贴人员的薪水、电影活动取消也是延期的退票成本等，来减轻艺文团体甲个人营运的负担。就是其实我们是乐见，就是文化部有把工会的声明还有各团体意见采纳进去了。疑惑的就是那个有关于就是在文策院对于说未登记那个中小企业的艺文团体借贷的部分，这种透过文策院借贷纾困的方法也是第一次。我们还要看就是说接下来文化部跟文策院有没有什么细节的东西出来。艺创团体肯定文化部采纳工会意见，纾困补助有纳入艺术工作者薪水的问题。不过贷款方面，烦恼有真侪小型的艺文团体无符合银行贷款的约定，会去观察相关的措施，敢是会当协助艺术工作者渡过疫情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央主管机关今日发布讲，诊断确定第24站病例这个负责人是住伫咧北部，这也引起台北市高文特市长表示，在伊咧看所在无公开，这是会愈引人惊吓。尤其伊也判断讲，社区感染过来一定会发生，若控制伫会当约束的范围就好。另外，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长是继续视察防疫的工作怎样安排，伊也讲有信心病情袂因为学生开学过来摊开。台湾确诊的武汉肺炎个案第24例出现伫咧北部，不过到底伫咧倒位，中央到达也未公布，这是引起外界不安。当这是毋是已经是社区感染？有医生背景的台北市长郭文特认为，新型的疾病一定会出现，大家就要一步一步处理，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有人说公开会有引起什么恐慌疑虑？那问题是不公开，不是恐慌更多吗？我的医学知识告诉我说，社区感染一定会发生。务实就是说，你不要幻想完全没有感染，只是说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个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做啊。随着要开学就惊防疫的工课会破功。新北市长侯友宜继续视察各学校，伫咧模拟防疫的作业，也结合新北市基职院校学生所制作的红外线热相机，要因应大量量体温的需求。目前1例就停课嘛，2例就停校，那我们一定全力的把做到位。那只要有任何的状况，我们会随时来弹性的做一个应变调整。疫敌总归是从严的，不管哪一个国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都是用善意来对待。别人给我们善意的提醒，我们要记得，只有疫敌从严，超前部署。不管是不是社区感染，我们要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做防疫。
才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来面对第二波台风，清明节假期要登来台湾，新北市估计居家检疫的人数可能超过700人。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电访会提悬防疫的层级。按照伫咧新北市失去联络的居家检疫者关永安，日一透早伫咧淡水去互警方找到，确认伊的身体状况无问题，也已经通报疫情管控单位。不过因为伊无固定的徛家，拍算会甲伊送去其他中央集中检疫的所在来进行管控，也会依请卫生局开发。记者阿敏金、陈玉思、林俊坚，台北新北报道。讲到学生囡仔要开学，台湾儿科医学会等着和教育部合作，后礼拜先派出防疫的医师去62间学校宣导，过来嘛指定诊所配合，去学校教学生囡仔学习讲洗手有5项要紧的时阵，一目，就是真心要做到校园内底唔通有探病的情形来发生。因为就是很多人病菌很多啊。你会担心是不是？嗯。新闻逐工咧报武汉肺炎，有小学生无期待开学，烦恼互人传染。教育部一直挂保证，物资开学进程会到2月23进前，全国中小学会完成消毒。台湾儿科医学会嘛，甲教育部配合，后礼拜会有防疫医生入去62间学校宣导，接落来有指定的诊所甲学校合作，教因洗手5个时机，用水洗比打洗手更加有效果。这寡正确卫教的知识，大家以为干手效果会比较好，所以很快就擦过去哦。可是洗手它有一定的步骤，所以可能还是要维持个30到40秒，它的效果才会比较好。除了卫教知识，即马每一间学校已经建立处理的标准流程。伫台北市和平国小，囡仔入校时阵，头下温度若是超过37.5度，或者是伫学校发烧，先带去准备好的布棚，等家长来遮去看医生。健康平安的学习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各位爸爸妈妈，我们准备好了，很期待下个礼拜的开学。物资动线备课，校长、甲学生、甲家长话话莫烦恼。但是有各中校长讲，若是开学了后真正停课，虽然有网络学习，准备会考的囡仔受影响。教育部强调，即马会考时间无变，会看疫情的发展，根据指挥中心规定来应用。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是啦，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是规定讲，学生囡仔到学校，额头若碰到37度半，就算是发烧，就搁用防耳孔的耳温枪度一摆。不过台南市教育局这边要求搁较严，因是要求学校若度到学生囡仔37度，耳温枪就要拿出来度。黄伟铁市长嘛讲，这毋是和中央要抢无共克，是顾虑防疫的工课，宁可认定互搁较严格咧。学生排队入来学校。刷来开始量下温，确认无发烧才会当入来。面对武汉肺炎的疫情来了真凶狂，后礼拜就要开学啊！台南市的各校啊唔敢大意，一届搁一届演练，要确认好上课的路线。学校也会去盘点我们各方面的一些资源，那我们也建构了一些相关的处理的流程之外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我们孩子在一些卫教方面的一些理念的建立。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下温若超过37度半，就是发烧，要用耳仔度针搁量一届。不过，台南市政府开会了后决定，下温超过37度，就要初步体检量耳温，比中央的规定要搁较严格。本于料敌从宽的概念，所以我们先还是维持用37度来判定初判，那么学生是不是有发烧的可能性？然后如果有37度以上，那我们请学校再用耳温再测一次做复测，希望不要有遗漏但是我们确诊呢还是要以耳温来做判定。地方甲中央无共调，台南市长黄伟哲早起嘛讲，毋是要甲中央无共款，是因为遐度针的牌子无共，标准嘛无共款，所以联考就较严格。另外，中央规定学校若有2个人确诊，就要全校停课。针对这点，台南市教育局强调，若学校出现一个确诊的咧，无排除全校停课，也是班级停课。不过，也是会当看状况来调整。希望后礼拜学生会当安心顺利上课。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6都的桃园市，桃园市已经有规划要建设真侪社会主体，
党为着要加强解决白日这方面有需要的民众要小要大的问题，桃园市议会嘛三读通过社会主体服务中心设置的自治条例，打算今年年中市政府就会把服务中心设落去，用专门的机关负责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经营甲管理。桃园市政府并说推设社会主体中路日和伫去年完工，打算伫今年完成路德8德的兴建案。社会主体估计会阁增加1200外户。市政府为着要服务民众住伫社会主体的需求，解决因拄到的问题，专工成立社会主体服务中心，按算今年年中就会正式营运。那个成立的期间跟那个社会住宅入住的期程，所以目前我们预定是3个社宅的招租还是由住宅发展处来处理，那后面的管理维护总共1400户，我们依照他的人才招募的情形，交给我们的服务中心来管理。桃园交大省市议会三读通过社会主体服务中心设置自治条例，成做台湾第一个成立社会主体服务中心的县市。市政府设立党干事会，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经营甲管理。不过，社会主体的正式规划也是交市政府主体发展处来发落。招租公告以后的作业，包括资格的审查、契约的订定含公证，然后还有后面的管理维护含找物管，还有后续跟民众生活期间一些小缺失的修缮，都由这个行政法人，也就是住宅服务中心来处理。桃园市政府主体发展处表示，社会主体服务中心是行政法人，是公益单位，主要协助市政府办理社会主体的招募、收件、审查甲公告。嘛，服务住伫社会主体的民众，就是希望这些民众若是拄到问题，会当随找到适合的单位，甲问题解决落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婚姻馆，婚姻馆内目前无粪扫的分化场，但是已经积甲6万栋的粪扫，拢伫咧好买斗笠甲西梨，暂时一包一包封起来。毋过总是这是渐度，因为粪扫的外包装隔3年，底下就有可能会破。但婚姻馆环保局是有考虑要引进精进型的机械来解决粪扫的问题。目前已经伫网络招标，未来一天拍算会当处理甲200栋的粪扫。清洁人员无用的款粪扫，就是要减少粪扫囤伫外口的臭味。因为婚姻馆内无粪扫分化厂会当使用，为着避免污染环境，环保局伫好买斗笠阁有西梨，暂时封囤即寡粪扫。毋过看过粪扫，上侪冻3冬就有破去的危机。你即摆打包就是无法度完全解决问题嘛？你打包了，即个物件嘛是徛咧顶内底啊。所以咱政府环保局即摆有个发包一个 NT 的部，就是讲做材料办。婚姻馆环保局表示，这款做法无法度解决上基本的问题。目前环保局已经展开真正型机械处理粪扫系统的招标作业，预算差不多是7000万，预计大工会当处理150栋的粪扫，而且火力发电厂嘛较接受粪扫做的燃料棒。该在这个月底之前就可以顺利来做一个决标那我们希望说这一套系统带进来，可以暂时性的替云林的这个垃圾危机暂时做一个纾困的因为它的一个良率、成品废料这个比例的部分已经达到可以预期的一个目标了。婚姻馆环保局表示，即马馆内大工的粪扫量超是290栋，若扣除掩埋，阁有6轻带分化的粪扫，需要委外处理的阁有200栋。毋过，即马外关市协助处理的量只有100栋，假使真正型机械处理粪扫系统发包顺利，希望伫5月底进前来使用，对减少馆内粪扫量是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合欢山国家公园，去年得到国际暗空协会 IDA 的认定。目前是全台湾头一搭因为黑暗也会愈迷人的暗空的公园。但南投县仁爱乡公所为着要推动县内欣赏银河天星这款产业的发展，特别争取地方创新的经费，未来阁会结合原住民的砖头，规划出一来欣赏天星，二来行大部落这款文化旅游活动的形态。天也未暗，兴要看天星的民众是紧去合欢山国家公园，甲吊镜裁好好，准备迎接暗暝。合欢山因为光害少，空气品质又阁好，伫2019年正式通过美国国际暗空协会 IDA 的认证，将做全台湾头一个暗空公园。为着推展南投乡看天星相关的星空产业，仁爱乡特别向中央争取地方创新的计划。
暨南大学也都有辅导，望暗空公园会使和当地的农业甲旅游结合。所有的地方创生的提案来，大部分都是一些农业啦、旅游业啦，但是仁爱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可以跟国际连结的，就是跟 IDA 的一个暗空公园的一个认证。以欣赏天气为主题，暨南大学串联南投乡内的部落，邀请族人也有产业人士开会，讨论未来伫咧欣赏天气行程以外，要安怎结合当地原住民部落的文化，也有相关的路程。没有想过哎，对，所以今天是第一次听，对我是现在想法是觉得还可以啦。从历史脉络的伦理来梳理的话，有几个部落不能掉：马赫坡、清流、中原、南丰。仁爱乡公所希望第5创新的计划，会使让南投县成做亚洲头一个国际认证的天气城镇，让当地观光产业有深度，也走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欣赏任何天星，这是现代人一种心灵的享受甲娱乐。实在讲，你敢相信讲永早50、60年前的台湾歌，嘛有咧描写这种的主题？台语的艺术上介好，咱就是要对文学来甲看，来甲体会。尤其台湾歌的字句，真侪真正拢写出，互台湾人会感动的感情。也因为安尼生，咱会愈保守咱的母语。国情今日就特别找出叶俊麟老师作词，洪一峰主唱这条《夜间飞行》，真正就是讲驶飞机到半空中，欣赏任何天气迄种的心境。咱来看马人歌词的内容。见面第一拍讲，坐飞机盼着前后，青红防空灯已经是离开地面，何必再相前？欢喜来靠勇气，夜间的飞行。做男儿也是本分，心头清净。天顶星，就是算我可爱的女性。讲到叶俊麟老师，无定着讲观众朋友，你安尼敢若有淡薄仔印象尔。事实，伊写真侪好听的歌，尤其和洪一峰老师合作的《思慕的人》《淡水无色》，阁有悲情的城市，可怜乱花再会吧，种种遮好听的歌词，拢是叶俊麟作词，洪一峰主唱的呢。啊，你甲听这条老歌《夜间飞行》的歌词，当然这是日本歌曲改的，原主唱是富兰克林爱。不过真正叶俊麟老师用台语的音韵，甲曲甲真迷人。伊写讲，坐飞机盼着前后，青红防空灯，飞机伫咧起飞，防空灯伫咧闪烁，但已经是离开地面。原来我的心内无伤情，只有欢喜，欢喜要来靠勇气。夜间的飞行，天顶星已经飞去到半空中，所看到就是天顶的星。天顶星就是算我可爱的女性。虽然讲心内有意向爱慕迄个人，毋过驶飞机飞起来到天顶，迄种心情，也毋是罕见的感情、罕见的爱情会当相比拼。你目睭闭起来，继续来甲体会第2拍的歌词。歌词讲，驶飞机向前来去，趁着月光明。目的是吐出无聊、满腹的悲意。到海角也天边，总是无关意。最希望一切苦情放乎袂记。夜蒙雾对我安慰，何必目屎滴？这句夜蒙雾，这正正是台语歌内底特别有描写出来一种的情景。夜间飞机伫半空中咧飞，夜蒙雾会安慰人的心灵。就亲像叶俊麟老师嘛，捌写一条歌，叫做《悲情的城市》。伊内底歌词讲，被人放杀的小城市，大梦也沉重。夜蒙雾会影响每一个人心情的变化。驶飞机向前来去，趁着月光明，伫咧空中，心情就得到消透。最希望一切苦情放乎袂记。这就是文学的描写，这就是用台语写出艺术的歌词，真正感动人的所在。过来，咱共款来讲大自然的消息。顶日咱有报讲，台东林区管理处替去年民众伫咧海端公园川找到的乌鱼仔囝，有设一搭野外的训练场。头尾到当经过7天尔，乌鱼仔囝已经真适应这片训练场，会家己找食，佫也真够爬树啊。毋过咱看到这款镜头，嘛要提醒讲民众，咱若是去撞到乌鱼，爬树的这步是袂当保命、袂当救命，咱着爱斟酌哦。
台东林管处公开公馆鱼仔囝刷起野粉场的生活画面。虽然0.3公顷的小森林，敢若伊一只鱼仔囝，毋过有树拿，伊一点仔都袂无聊。一个爬这丛树仔，搁出落来，搁走去爬另外一丛，当作是食美俩，而且品物件真厉害。随找到饲养人员藏伫树仔顶的苹果，大喙大喙咧食。在我们的演训场里面爬树，上上下下挖掘，甚至在水池边去喝水、玩水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说，目前的状况是非常适应良好的。吴昌又表示，公园鱼仔囝是保险，照养人员透过稳重式的体重机，磅出伊的体重已经有34公斤，比7天前搭上去野粉场的时阵加2公斤，显示鱼仔囝已经有初步无生的机能。但是透过照养人员观察到鱼仔囝每粒爬树的能力，台东林管处提醒民众，拄到熊的时阵，爬树仔逃命是无路用的。可能有遇到熊的机会的时候，要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对于如果说可以的话，身上要携带一些能够发出声响的一些东西。真侪民众伫面册看到鱼仔囝古锥的模样，真好奇伊天气咧寒的时阵，敢会家己做一个收？搁有伊是安怎找到食食的？台东林管处表示，会伫鱼仔囝野粉3个月期间继续观察，而且会无定期公开公园鱼仔囝的状况，提供人甲熊伫野外相处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2月2日是国际认定的世界母语日。人讲母语若当文化特别，有言语文化才有底底。尤其每一款语言拢都爱受到平等的对待，上要紧。咱嘛来看，即摆有真侪坚心要讲台语的家庭，嘛有用台语来带囡仔学习的强学团，一点一滴拢是真心要甲宝贵的爸母话捡回来，传落去。囡仔遐插头耍游戏，边仔妈妈是互因人家笑嗨嗨。逐礼拜四这场台语强学团的家长就会烧酒，做伙带囡仔用台语读册、唱歌。看伊呀，伫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台湾人已经爱讲台语，我是要甲伊加油加油，因为我感觉讲台语较好啊。啊，你若以后去学校上课的时阵，我多讲台语，安尼要安怎？我做老师啊。创造自然的台语环境，台语路强学团的成员上细汉啊，敢若6个月大，来参加的妈妈也讲出因对囡仔未来伫咧学台语这条路真深的期待。啊，即摆因入去了后，伫学校的时间足长的哦，啊，毋过一礼拜就剩1个1点钟的时间有机会听到台语，所以。这对于阮的囡仔来讲是足可惜的代志，对所有的囡仔来讲嘛是足可惜的代志。阮希望是讲对国小啊，所有的即卖国小、高中、也是即卖讲所有1年到12年，即个国民基本教育，希望会当落实每一种本土语言的课。会当毋若是有选修，阁是会当有教育的时数。为着保存母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甲2月2日定做是国际的母语日，希望族群的文化和美丽会使继续透过母语的传承，代代传传。世界母语日，到底多在日。记者阿明天有事，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昨咱有报讲德国西南边一个城市2月19深更发生枪杀案。凶手连续攻击一间咖啡厅和一间酒吧，枪杀10个人了后，家己也举枪自尽。因为受害者大多数拢是按外国移民过去的人，但德国的民众嘛惊上街头，表示唔甘。佮讲要谴责保守派的政党一再咧鼓舞摆脱外国移民这款带仇恨的思想。枪击案件发生了后，全德国超过50个都市公布举行职工周末，对悼死者也谴责仇恨排外思想。枪击案件罹难者大部分是移民背景，包括至少5个土耳其公民。首都柏林的不兰登堡真侪外国的民众拢来致意。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也去枪击案发生的地点哈纳乌，呼吁全国团结对抗仇恨思想。Wir sind alle Türkinnen von Geburt her. Wir fühlen uns aber wohl in diesem Land. Also Deutschland ist unser Land. Aber ich würde sagen, das ist einfach ein erschütterndes, aber nicht unerwartetes Ergebnis für die ganzen Propaganda und des ganzen Hetze, die irgendwo überall rumschwappt und zum Teil bewusst verbreitet wird. 枪击案件凶手是一名43岁德国查甫人托比亚斯。
29连续攻击2间用爆水粉的咖啡厅甲酒店，造成10人死亡。后来警方去伊住的所在发现托比亚斯甲72岁妈妈遗体，伊留落来遗书甲影片充满机油派出场，对外国人甲非白种人充满愤气，呼吁消灭以色列甲北非、中东甲中亚等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德国联邦反恐检察官已经接手调查这案件，这已经是德国过去1年来第3件右翼攻击事件，显示右翼极端主义伫德国佫正做一大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美国进前发生一桩真严重司法干涉行政的案件，就是和川普总统熟识超过30档的亲信 Roger Stone。这个人为着川普总统来做出欺骗国会、扰乱政令、行政干涉司法，这种种犯法的工作。当联邦法院的法官是判决这个当事人3年4个月有期徒，佮有罚金2万美金，甲缓刑2档。那这比较检察官本地所请求的刑期是减真济。美国总统川普新报前私人顾问罗杰·史东牵涉通俄门事件，被特别检察官穆勒以妨害司法、做伪证以及骚扰证人等7项罪名起诉的案件，20日华府联邦法院作出判决。史东被处3年4个月有期徒刑，加上2万美金罚金，缓刑2年。史东是川普亲近人士当中第6位因为通俄门被起诉的人。当日当地拉斯维加斯出席活动的川普，知影判决结果出来了后，无等记者来提问，就主动对这案件表达意见。But I'm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in terms of the great powers bestowed upo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ant the process to play out. I think that's the best thing to do because I'd love to see Roger exonerated. And I'd love to see it happen because I personally think he was treated very unfairly. 川普前几天啊，这大动作动用总统下边权，特赦一片上届政坛恶名昭彰的人士。史东是不是应该也被特赦？共和党的参议员格拉汉推文表示，川普当然有权安尼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是推文讲，下面史东以保护川普是互人定惊的贪腐行为。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明仔东北季风会较加强，阴暗开始，全台湾各地头透早透暗拢会较凉凉。北部、东部一寡角头会落短暂的阵雨，其他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所在详细的资料。北部18度到26度。中部19度到24度，南部21度到27度，东部21度到25度，金马平湖15度到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载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